好，再试一下哈。应该这个是主带。激活了哈。自动巡航已激活，请注意车辆绕行。如果你也是开着深蓝，上车。还不错，现在在往前走的行驶方向当中，我随时做好接管啊，但是它应该更可靠。你看它的速度以及它的那个反应能力，请手握方向盘。挺灵敏的。转弯我试一下啊，它的转弯确实可以，也能沿着这条线啊直接转过来。它在当你要接触方向盘的时候，你要手要摸一下方向盘，啊，手握方向盘。